也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5月13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6篇8节到20节，创世纪第8章13节到19节，约翰福音14章27节到29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平安的约。无解常常坐船的人，经过一段时间，也是坐几工的这个游轮的旅游了后，伊阁再度来踏上陆地，拢有一种迄个脚踏实地的感觉。有人甚至伫拄开始伫上岸的时阵，却颠倒有迄种晕船的感觉。对伫因全家来讲，因经历着40天的大雨，这个整个的大地淹水150天，总共约差不多200天伫海上的生活，并且伫靠岸的日阁真遥远，毋知影啥物时阵的事。因安尼会当踏上陆地，迄种脚踏实地的安全感，应该是非常的强烈。特别是因应该是住伫迄种山区的人，并无即种海上生活的习惯。即种船顶的生活，确实互因带来无安全感。俗语伫咧讲，水会通来载船，嘛会当甲船变过。即个话咧形容对水是充满着迄种无确定感，就亲像咱咧讲的音乐的无和谐的合声，总是带互人即个听的人有一种无安定感。如果后面的合声无倒转来到伫正的合声的时阵，就会互听的人感觉不安。所以通常伫即个无和谐的合声了后，就会阁进入一个正的合声来做结束，互听的人有稳定、有安定的即种的情绪。创世纪第8章13节到19节记载着大水消退了后所发生的事。圣经的记载，601岁迄一年正月初1，大水全部消退。拍开船的盖，探头来看，就发现地面开始干了。到伫2月27号，地面全部干去。上帝对因讲：你甲你的某、囝、新妇，拢着爱对船里出来。缀你做伙的陪鸟、精生、虫蛻，你嘛着爱带出来，互因地上来繁殖，来遍满大地。因安尼，甲某、甲囝、甲新妇拢离开船，所有的精生、虫蛻、甲飞鸟、也各照其类，规群来出船。而且牧师要甲大家三角来分享一个影片。伫英国一个农场的顶悬，当主人将原本安尼动作真慢的羊群无气力的羊群做伙放到这个草皮顶悬的时阵，羊群就敢若亲像囡仔安尼欢喜甲跳跳。这个影片这个对第4分钟开始来看起啦，连结放伫咧后壁。请咱来想象看觅即一群去互关伫大船顶悬200天左右，各种样的动物，
落爱到大船外面的陆地时阵，因的反应是安怎？那全家8人嘛，应该搁较有迄种平安甲兴奋的感觉吧？脚踏实地迄种的安定感，离开大水阴捌的即个大船下面，到稳固的即个陆地，一定有真强烈的安定感。这就是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的同在。经历着将近2/3年的海上生活的日，迄个目的并毋是要来互因看见全世界被毁灭的事，乃是要来经历着上帝特别的保守，进入上帝所准备的平安甲祝福。耶稣基督伫咧甲门徒讲，伊将来要受难了后，伫最后的晚餐了后，咧甲因讲，见着毋通忧伤，并且呢，劝勉因着爱行伊的真理道路来得到活命，因为伊是上帝所赏赐唯一的救恩，是来通往这个永远的这个唯一的道路。虽然爱经历着受掠、受审判、被定伫十字架苦难的日子的道路，学生也会因为惊吓来四界流浪，但是安尼经历的目的，并毋是要互因来亲目睭看见凄惨的代志，是要爱互因经历这个了后的平安。耶稣基督甲门徒讲：我留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赏赐互恁。我所互恁的，甲世间人的无共款。恁的心内毋通忧伤烦恼，也毋通惊吓。恁听见我讲，我去。但是要搁倒转来，恁若听我，就会因为我倒转来到爸遐去来欢喜，因为伊比我较大。我伫遮的事发生的进前，先甲恁讲，为着要互恁伫代志发生的时阵会通相信。经历安尼生命的历程中间的大风大影，是因为上帝要互全世界所有伫这个苦难中的人，会通得到伊所赏赐的平安。因为安尼，耶稣基督甲所有开始烦恼的这门徒讲：我留落平安互恁，也就是讲，我的平安赏赐互恁。有一首儿童的诗歌的歌词非常的简洁，却非常的有意义。伊这个歌名叫做《你的心忧闷吗》，歌词是安尼写。你心忧闷吗？无。你心忧闷吗？无。苦难来临的时，靠主耶稣，信靠主耶稣就有平安。你心忧闷吗？无。诗篇66篇第8节到20节。万民啊，着称赞阮的上帝，互人听着称赞伊的声。伊保存阮的性命，互阮坚固徛在。上帝啊，你有试验阮，锻炼阮，亲像锻炼银。你互阮入伫牢网，用重担塞伫阮身躯。你用运人驶车到过阮的头壳。
阮经过水甲火，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的所在。我要带烧化剂进入伫你的殿，我要对你写我的愿，我要行伫患难的时，嘴唇所讲、嘴所下的愿，我要献肥的精生做烧化剂，献绵羊犅、牛犅甲山羊犅，将烧化剂的香味献互你。敬畏上帝的人拢着来听，我要讲起伊为我所做的事，我要用我的喙求叫伊，用我的指称赞伊，尊重伊。我心内若有囥歹的念头，主一定袂听。毋过上帝实在有听见，你已经压落听我祈祷的声。上帝应该受称赞，伊毋捌拒绝我的祈祷，毋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主啊，阮无法度来估计明仔载会怎样，阮只有专心来倚靠你的保守。求主你看顾保守阮，来经历阮的死荫的山谷。也通进入伫你所应允的地，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